谁来做客？萬言來了，今日來錯了嘅一個來賓，假使用社群媒體吼，睇當個大爺名嘅，伊介紹我係企業嘅自媒體顧問，係天意行係太陽能開始學講客嘅客家字體，吼，伊係黃玉明，分享玉明。嗨，大家好，我係黃玉明。玉明一個太陽能學講客一件事情，吼，我哋可以等下個講其實我哋頭都冇留嘅時間，那有講你在做的事情啊，其實係應該可以講，我10年來近10年，好能夠實行呢條路，因為你是企業的自媒體顧問，對，你自己也是在用自媒體的人，是的。今日呢，我哋如果講到嗰度同玉明有關，同客家有關，還有同伊做嘅條路有關嘅事情，今日同樣有請玉明來帶一條嘅小物。係，我哋來了解玉明嘅故事，咁我哋先請處理帶本我哋提供玉明嘅創業物品係乜嘅？亞亮嘅獎杯，係同樣嘅獎，感覺很有故事哦。一個團結的啊，伊哋係我看哦，團結的係2014年三門水庫法規路跑發通11公里南丁組第一名，好，也係2014啊。第二年2015都大頭樣然後這邊哦，你喜歡跑步？小時候養成的習慣，對。萬歲就有睇這位，因為小時候其實有氣喘。就是因為有氣喘，所以就是爸爸媽媽想要讓我健康一些，所以我們就養成運動的習慣，對，所以就一直在慢跑，因為訓練肺活量，那就訓練到就對跑步算是業餘的興趣。萬歲只有係爸爸媽媽團球哈，只有係哦，變啦全家運動啊。媽媽騎腳踏車，爸爸陪着跑。時候差唔多幾多歲？你記得嗎？大概小學4年級。差唔多10歲開始。全家一起，蠻感人的對。就喺呢度個空間，鼓手訓練一個。可是你剛開始跑就喜歡嗎？一開始就其實我沒有抗拒過。其實我哋問起來，萬歲嗰種大家都過好走，其實大家都算是愛跑的，只要不要比賽，都還算愛跑。可是我只要一比賽，我就會跑很慢。因為比賽還是有得名的，小時候有參加田徑隊，對，就是在學校內有得名，然後學校的路跑也可以拿，國中的話，也3年的話連續2年都拿第1名。對，鼓手你係真給我這位哦，不是只是為了這個健康，對，就是跑健康到後面變成就是還可以拿名次，但是因為家人還是希望多把重心放在讀書上面，對，所以就沒有走田徑這一塊。不過一個興趣就一直保持，一直跑嗎？對，現在就當然出社會就比較少了。對，鼓手你都係學生嘅時間就會引起參加比賽，然後到10年前都還係有參加。對。然後還是可是你第1年是跑第2名。對。就那一年差第1名大概不到10秒，所以當時就是很所以第2年就那一年就好，就是花很多心思訓練業餘時間，然後隔年我就穿同一套的衣服，跑鞋去同樣的賽道，同樣的組別，然後就是為了把那個第1名拿回來。就在這裡。所以你是那種很有目標，我會拿到第1名，都會拿到安尼耶。對對對。剛剛萬歲讀書咩安尼哈？讀書也是啊，但是畢竟強的人還是很多啊，所以讀書就普通這樣子。不過一件事情就是很認真安尼。不過踢給那種團結的人是第2名比較不喜歡，所以讓他第2名是要用來打破的。就是真的打破。就我的女兒啦，給我的啟示。就是我去整理這些，去我老家整理這些獎牌的時候，我把它放到桌上，結果我去找其他獎牌的時候，女兒覺得它很漂亮，就拿起來，不小心把它打破了。那當下呢，其實我回憶到
也是大概在我20几年前小时候，我把我爸爸的一缸很珍贵的酒不小心打破了，然后我以为我完蛋了，会被爸爸骂一顿，结果后来爸爸第一时间反而是关心我，没有骂我，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是爸爸给我树立一个很棒的榜样，对，就是所以后来当下发生这个奖牌断掉的事件的时候，刚好因为在老家，就同样的画面、同样的场景，就让我回忆起，哇，对，爸爸以前这样子对我，所以我把等于有点像是传承下去。我觉得，就是我们一样可以用这样的态度面对儿女，那儿女至少在身心上，也会更健全，然后有点小小哽咽。对，有点呼应到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就觉得这奖牌断就断了，但是给我很大的启示。给自己很记得呢吼，小时候的打破。对，我记忆力还不错。好也给你的玫瑰后，就是小时候我们应该都会有打破家长的东西。古时候给家长伊的反应，对，就是会决定我们记这件事记多久。你的反应很好，我们也会记很久；反应很差，我们也会记很久。可能还会学。古时候也还规划你也如会给谁的事情，爸爸有按那个反应，对，让行动用来对应的声音呢。不过以前假使爸爸的反应不好，没做得改变嘛吼，如会改变黑你去讲用来修。对，也还一个规划故事啊。会打破其实也是因为要来我们节目，对不对？古时候等下给奖杯请出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近呢，好，来看人哋天空有面帶來嘅，都有特別意義嘅物品，可能是係乜嘅？撲克牌。錯。唔係賭博吧？唔係賭嘅。那為什麼撲克牌是重要的東西？這是我就是出社會之後。算是第一份跟我去挑戰另外一個事情，就是當時去參加那種腦力開發的學習，然後甚至代表台灣去參加過2次的世界腦力錦標賽。世界腦力錦標賽，對，係乜嘅比賽？記撲克牌，記文字，記數字，然後記就是不規則的圖像。總共有10項，那個比賽在當年現在已經有30幾屆。對，那我是第24跟第25屆的時候去代表台灣去參賽。唔同會想起好暗嘅事情哦。就是大學畢業的時候，那時候其實讀書的時候其實功課普通，但我就很渴望有很好的記憶力，所以大學一畢業就去學習。那學習之後也發現很有興趣。然後就往這方向去算深入，然後當時也很幸運，我的老師就要在台灣辦第1屆的比賽，那時候我就一起參與，然後見到很多世界級的高手，就是他可以一副撲克牌20秒把它記完的這種高手來到台灣，然後可以把 IKEA 一整年年曆背起來，問他第幾頁時鐘上面幾點，他可以清楚告訴你的，這樣的人物當年都到台灣來比賽，在桃園婦女館。對，然後當時就讓我眼界大開，我就覺得很有興趣，然後就投入這個比賽的籌備。之後呢，我也去爭取代表台灣去參加第1屆的世界賽，然後那第2年一樣繼續參加。後來就是轉裁判，甚至我到我自己籌組協會，然後我自己也辦國際賽，對，就是早期的一些經歷。那撲克牌我覺得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因為當時我記撲克牌大概要1分鐘啦，會跟這些高手比起來可能會稍顯弱一些，但是1分鐘內可以把它記起來。意思就是假使我給我寫牌亂下，唔看1分鐘，你就可以對題種多題52種，要全部都對順序。對。那這個功力是需要一直 refresh 的嗎？還是訓練？就是訓練大腦，它可以有這種記憶的，它就是換個方式去記，因為那個方式可以記得比較長、比較久。對，我們一般以前都是死記硬背，就是課本什麼內容我們就直接一直念一直念。但這個方式是很多世界冠軍都在用的方式。也按那個基礎的方式，還可以應用在生活上任何事情嗎？可以啊。哦，係哦。對啊。
古总你就真给编啊，给人家记出来过后，现在记性真的很好。但现在记性可能记性的话会，它其实是跟你用不用心有关。对，所以就是世界冠军可能都会被他的太太说记性不太好。就是一位世界冠军，他可能他太太就会生活上可能没有这么卢黑龟都很专精某一件事情，对，阿姨其他事情可能卢黑跳，因为我们能用的脑容量都会按嘞。假使你非常专心去做一件事情，考试是可以的。古总，你给1分钟记的能力还在吗？现在没有了，应该都还回去了。因为我心无旁骛的做一件事情，对，如果能去训练，都是还可以。养不来，都养不来。我有这个方法，有方法，可以把它，但要花时间。刚刚你喜欢都喊成立协会哦，那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当时就觉得这项运动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可以不管是小孩或大人，对。然后当时的老师就辅导我一起把协会成立，协会是桃园在地的协会，一直到现在其实协会还在。对，就喊黑腿吹功这个事情。对，只是我变得比较是幕后的角色，就比较少去参与。你后来后面还有几飞去到几多地方分享？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是没想过的事情呢。完全没想过。刚你喜欢舞台哈，你感觉？蛮享受舞台。所以你小时候是吗？谁你还这种活泼的小孩吗？算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对，但是在班上可能都是当班长这样的角色。对。不过后来有机会去分享戏法，对，站上舞台，书都注意的这样，比较享受那样的感觉。比种特别的条路如果你后来还行的一条路是从想要记忆很好开始的。刚刚呢，等一下呢，我继续来谈有名的故事。你先沙茶。小时候就是妈妈问我要什么，就说跟哥哥一样就好。可是长大之后，我觉得我想要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特别强迫自己，当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一定要选出那个不一样的。现在做客慢娱乐了，今日来抽了的来宾呢，伊是企业的自媒体顾问，自家也是提做自媒体，韩国同行业客家有关的王永明哈，做到永明讲到做过特别的条路，人来接下来呢，也会了解永明的一条特别的经历，好，因为好早小时候很爱跑后来想爱有好的基础。然后去学了，黑没有都全脑开发，全脑开发，就会去开发自己的大脑，而且个各位记东西安内后来你看通气管，一边要路提供我做一条路，同气管有关的路哈，像误打误撞，就是先去学习了，那学习之后发现蛮感兴趣的，就往这边去发展。当然当然，因为也节目如会问第位来宾呢特别的经历嘛，有没有讲到一个就係加下嘅機票已經冇錯嘅，不過你嘅人生有一擺自家嘅旅行，我哋講獨旅，對你係有充有意義嘅。就是覺得很特別體驗，因為以前小時候爸媽都很忙着做事業，因為家裡的生活所需嘛。那我們在大學之前是沒有搭飛機出過國，所以我一直也會很渴望說可以像別人一樣可以出國去玩，或者去體驗不同國家的風情，對，去多了解這個世界。然後後來在長大之後有能力了，我就很想去做這件事情。所以在有一年那一年比較好安排時間，就去了蠻多國家，有去美國。去歐洲去了3個國家，然後去日本，對，還有大陸啊，就是那一年就是去了非常多的地方，對，都是一個人。跟你第一次出國？不是，我第一次是在大學的時候，對，但是那個時候是我自己，以前都是可能有跟別人，跟團或者是等等的，但那時候就自己去旅遊。那是19的時間。也就是
断断续续，它不是连续的，是那一年内可能就会拨一些时间多去做这样的安排。对，所以它可能是单次，例如欧洲就是欧洲，美国就是美国，日本就是日本。那这个所以旅行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去尝试接受不同的文化，然后去体验，让自己在一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去体验文化，然后就自己不会有压力，可以慢慢走慢慢看。例如有到西班牙去看那个圣家堂，然后还有那个应该还有就很多高地的建筑，所以就是其实看完的时候，我甚至连公车都不搭了，我就用走的，就用走的才有办法深入到当地，因为那才看得到当地真实的文化。你刚刚在提做哪个条路？那时候就是在全脑开发这一块，就是做讲师，有做授课，然后有办比赛、办培训。你刚刚就是专职在做这件事情刚刚还前做企业的一个顾问，还在做全脑开发。那时候做全脑开发，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到有一些企业也会有相关培训的需求，所以那时候开始接触，一部分开始接触企业培训。就行喺行到同气管有关的一条路，不过如果行过延伸出去，对，还有一个也俾佢延伸係咪？就個地方呀，伊個有錢，有好有錢，也個也可能也係一個病地方係一個啱啲道具，係嗰度想牌嘅還有價錢，還有一個體會很像大富翁安尼嘅，其他人工桌遊啦，也係乜嘅。當時我們把它代理進台灣，主要就是代理耶，從海外代理進來。那它的功用主要也是幫助我們去提升財商，像現在國外很重視財務智商，就是我們怎麼去管理我們的資產，然後還有情商，這部分也有提升情商，就是我們面對這個逆境的時候，我們怎麼去處置，對，然後。就是這塊，當初我們看中它原因是因為，當時在做企業培訓，那我們也開始用一些教材教具，那教具的部分就是有一些桌遊的元素慢慢就進來了，因為桌遊在那個時期開始起來，就很多的管顧公司或培訓公司就會帶桌遊的體驗，大家玩的時候學習比較快，就不會比較硬邦邦的。因為你在搞一個遊戲的時間，如果都模擬情境，對，如果給情境帶下，你會用來做決策，對，那決策完之後，最後面再來做收斂，收斂就是體驗完這1個半小時，那我們從中獲得了什麼？我們從中提取、提煉出來，做總結，把這總結帶回到工作當中，或者是你的人生當中。因為一個遊戲如果用來搞、用來做決定。它會影響結果，對，嗰種你用嘅結果反推回去，你頭都做一個決定，有乜嘅有待商榷嘅嘢的，然後還得跟別人溝通協調，就是不是自己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事情。韓國我有查到，係咪碩士論文如同桌遊有關？對。你剛才通用哪個科系啊？當時就是因為代理這套桌遊，那我們跟其他的算是合夥人。我跟另外合夥人就一起去台北教育大學去專門找一位叫莊啟明的教授，也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之前的校長。那他創了這個數位科技設計的這個科系，那其中有一項就是桌遊，就用桌遊來引入教學，所以我們當時去報考這一個碩士班，然後去特別學這一塊。因為也期望就是未來可以應用在我們的事業上。你上嘅也就面向係人一般人都冇接觸到嘅呢嗬，喺乜嘅影響到唔會想到也就事情。因為我比較不喜歡跟大家都一樣。有時候啦，就是有時候人家問我選擇的時候，我會選別人都選這個的時候，我會選不一樣。原因是因為我小時候都跟我哥哥選一樣。
小时候就是妈妈问我要什么，就说跟哥哥一样就好。可是长大之后，我觉得我想要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就会特别强迫自己，当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一定要选出那个不一样的。哦，你还记得给哪个时间开始的吗？可能在大学可能毕业之后，因为在那之前可能受家里影响还是比较深，就是爸妈希望我读什么我就读什么，可是当我长大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听话20年了，我想要做我自己。但我没有叛逆，但我想要做我自己的规划。所以后面我每个决定几乎都跟爸妈的期望是不一样。刚才做给的给听的时间，爸爸妈妈，第一他们要听得懂，好像就有点难哦。你的做的事情其实蛮难解释的呢，哈。包含现在当然妈妈有一起拍，所以他能理解，但是他们不会干涉我，他们是尊重。对，就喊嘿，因为喊嘿乖乖呀，冇做乜嘅坏事情啊。古说就算伊能汤姆森，古讲我应该係好嘅事情啊嘞，古说路支持唔做。对，你係咪擁有到咩去家創業？做得嚟講咩？对，那時候我們是就創業，然後在做這方面的推廣。那當時有到台灣大學有找我們去帶這款桌遊，聯發科有找我們去，還有一些上市櫃公司，我們都有進去帶他們體驗。對 ，Antipad， 對，就你那個公司係你代理了一個桌遊去過到機關團體學校要的代理人告。對，就是因為它富含教學意義，然後如果在企業體的話，就是可以讓員工更知道它的方向，那讓學生可以更知道，未來他可以提前去做規劃。從來沒搞過，會覺得那麼神奇哦！你數豆溝嘛可以回饋嘛？就為什麼我玩一個桌遊可以對我有那麼大的改革性的思考，真的會有哦。它會刺激你去思考原來我這些要提早去做規劃。因為當你遇到這個事件的時候，就你才會有那個想法去思考。就數豆溝企業界，你能最常卡住的係乜嘅問題？借由這個有什麼解決？像我的另外一個合夥人，他也會帶他有另外一間公司，他就會帶他的員工體驗。那體驗完之後，因為裡面有個設計叫做精力，精力就是我們的體力。我們人的體力其實跟健康其實有限。那當他的員工體驗完之後，就會跟老闆討論說，我們如果現在進行這個專案，會不會精力或體力是不夠的？我們是不是要先把這部分先完成，再來做這一塊？要不然我們同時進行，大家精力不夠，可能專案沒辦法順利完成，甚至可能會造成不好的結果。對，這是當時他給我們的回饋。我們自己最身邊的朋友，他的員工的回饋。係因為沒透過遊戲，當然我們沒有打某個遊戲的廣告，而是透過幾多高的風聲，其實你會有幾多觸擊，很多不同的刺激。韓國可能高的以為係調價團員工都可以聽下，能用各種也係高的事情，不是 big deal。可是我們要決定的可能係一個櫃台的事情。這個時候，因為有點像是我們在玩麻將的時候，可以看出人的牌品，人的品格、品性。其實，但是麻將要花比較久的時間，但是這個遊戲可能會是一個半小時，你可以了解你的合夥人好了，他面對事情的態度是什麼？其實遊戲反映真實人生，但在場外來看，你會覺得很有趣。場內的話，他們可能會爭、會鬥，或者是合作都有可能。但我們就讓它自然發生。我說而家嗰種咩言論因實行安尼嘅吼，你透過拍的事情，可能係運動，可能係遊戲，如果唔可以牽強大家，可以凝聚大家，咪可以韓國看清楚彼此之間優缺點，咁下一擺假使會合作嘅時間，能夠用哪個合作？玩的時候會流露出本性。我們要看的就是本性。我們下一擺可以用來教下做事情還有一個今日的重點就係有名一次噶，咩有睇破樣片，嘢樣片同客家國有關，等下個繼續來講一個話題。好，先沙茶。例如我們講的一些用語，我覺得很自然啊。例如可能比較開玩笑講，那叫客家國語。對，那可是我們客家人聽得懂，但是客家
能以外的族群，他不见得听得懂。大家好，我是咪咪，很久没回来看我妈妈了。这边是感觉肉铺。好没？该转来了。哦，转来啊！来啊！来准备700，是700。哦，有700。没有，你客家的都是700，按 Q 的700，700 Q。妈，你上次那个3年内分啊，很多人留言很多，你有看到吗？有啊。那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到底是谁讲这个的？因为宿舍一个阿伯啦，去讲录音架啦，唔是放7啊，去讲来去那边，买去7个人有人分。在网络上很多人，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哎，对，我今天有准备一个计划，待会你拍，等我一下。啊，这个，今天回来，想说回来都回来了。今天准备的计划是客家国语大挑战。就是比较轻松的，这个比较轻松。电视转小声一点。转到水上的电视，所以客家国语就会变成说电视转小声一点，转小声一点。转小声。你帮我拿这个，然后你来问我，然后我们来抢。我们要做几点？要。好，客家国语大挑战开始。第一个，客家人不会说把电视转小声一点，他会说电视转小声一点。客家人不会说把灯关掉，他会说关掉。短影音的话，本来应该说，我自己就是做这块的工作，就是专门帮客户去拍短影音。对，然后至于为什么会就是从客语这个角度来切入，做我自己的客语比较相关的频道，那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之前也会遇到一些客户的挑战，客户就会说，你帮我拍，可是那你自己的流量好像也没有做得很好啊。那时候我想说，那我就自己跳下来，自己来拍，我要证明给客户看说，其实我是有这个能力的。那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就找我妈说，妈，我来拍一下这个好了。对，要不然你住那边，对，然后我坐这里。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也担心妈妈说会不会一开始怕不好意思露脸，所以让妈妈露出她的一双腿。对，然后呢，那反正就很自然的互动，请我太太拍，然后很快就拍出来之后，上传之后发现，哇，就是太恐怖了，这个在瞬间让很多人看到。我拿到那个转架，有没有这样子？就互动多很多。对，因为就是要问他们一些客语的词，我除了上网去找之外，就是直接问到爸妈是最快的。对，那也要问他这个发音是怎么发？对，因为这些词我都听得懂，但是要发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真的是有些难度在。对，因为平常没有讲的习惯。对，然后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会跟他们多了很多亲子之间的互动。先来做客慢言来了，头头看到有面团等真的妈妈等一下的妈妈，今天能录是从我看下拍个样片，今天录讲短影音刚刚之间我开始一个，因为有面嗰种係嗰做主开始冇讲下。其实晚生我妈讲哈，对不对？小时候不太讲客语，他们不跟我们讲客家话，但我们都听得懂，因为他们大人会讲话。东亚批大人就冇可能讲哈嘅对小孩都讲国语，对当时的环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的状态。对，刚喺某个时间意识到，然后我屯客家严重来咯。我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就有想学，对，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出社会多一个语言，多一些竞争力，而且就是我觉得自己是客家人，可是不会讲，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我自己是这样想啦。没有，但其实也没有当时没有很认真的去意识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去年那时候本来就在做自媒体的这一块，
那一直觉得，我自己能不能也为这个社会也好，或为这片土地多做一些事情，然后刚好结合我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想着，那我可以试着拍看看客家的元素，对，然后就开始拍了，发现，其实大家反应好像还不错，对，然后就继续拍了第2部、第3部，就一直拍到现在。刚你拍的题材大部分都会跟你的家人对有关你用哪些情给的题材呢？生活当中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习以为常，但是别人不见得觉得这是正常。有例如我们讲的一些用语，我我觉得很自然啊。例如可能比较开玩笑讲，那叫客家国语。对，那可是我们客家人听得懂，但是客家人以外的族群他不见得听得懂。但除了像中立地区好了，像游子带，是很多连闽南人或者是不是客家人的人都听得懂游子带。对，如果一起面的，可是你自己如果觉得很普通那我会发现都配音广告很特别呢。因为我的老婆，对他们不是客家人嘛，那他们就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个叫这个？那我在生活当中就是有时候会被他这样询问，例如菜包，我们的炊包就是那种软的那种菜包，板类的客家菜包，但他认知的菜包是馒头的那种客家肉包菜包的菜包，肉包的菜包。其实南部人也是这样，就说俺行业，俺一开始谈到北部的客家人讲炊包，我也以为是肉包跟包菜的，因为南部讲行板。我们讲咸板，我们没有讲菜包。我们的其实南部客家的菜包也是包子的。哇，我第一次学到。很好，可是就算客家其实也有南北差异。可是你就会发现到，太太提了这个，俺的头头提，你刚是看有名的短影音有在那个镜头外问问题，就是太太，对不对？对。他就是一个中介就会。为太家来问，伊就客家对客家个好奇嘅问题。对，如果也会问妈妈，那妈妈一开始你拉她来后一个短影音，也嘛个反应。她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她是非常依人，年轻人讲依人，所以她完全不抗拒、不排斥，然后。手机拿起来，他就可以直接。看妈妈很自在呢。他比我还。一般全模特当羊头哎。对，因为他从小可能在市场长大，面对的都是陌生人，所以他可以随时就可以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中港人头都给样片里边看到，你会跟妈妈你提一个计划，平常可能不用，对不对？甚至不用，就稍微讲一下，甚至镜头来了，他说要讲什么，我帮你讲。他一对应，他会不会觉得奇怪？你又不会讲客家，怎么人家会猫猫风突然想要学？不会，他都蛮支持我们，然后反而因为这样子就会跟他很多的客语上的互动。我不懂的字就会问他，甚至都会特别问他，他这个怎么讲，然后那个怎么讲。以前我都不会问他。你这个你的朋友，我看他也录得蛮开心的。我是非常感谢我身旁2个重要的女人，对，对，都可以这样子陪我这样子去做。那贵都你的专业，你这个没黑听要被自媒体顾问，这个应该是很新的职业也是大概这2-3年、3-4年才出现。对。听要哪位？发现到你的这个会做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大家手机打开来，都是短影音。那自媒体顾问我会做吗？协助客户帮他规划他们的算是他们的 IP， 我们讲的叫人设，就是让这个老板可以有更好的曝光，让他企业曝光或产品曝光，那让他可以有更多服务的机会，或者是让大家认识他们。那进而他们有生意，对，其实做企业就是希望生意越来越好，所以像现在很多的老板就发现自媒体是一个很棒的工具。亚天事情这个职称
在你念气管的时候根本没有没有。对啊，过体配都其实我们过难预测未来会有嘛嘅，如果如何要去顺应嘅时代嘅潮流，去做一个嘅专业可以做的事情。过体配甲我们底下都最物集团的时间，要看下来食好食的。可能是有名带来嘛嘅对有体配意义嘅料理，我们底下都进来。好，谢谢大家。就是从小就吃，所以就还蛮喜欢的。然后每次回外婆家，就是标配就是一定有板干，红白的那一种。现在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做了的是有名我们头都讲到几多关奇妙的事情，伊所做的事情，同自媒体嘅顾问有关。自媒体咪係一起解，即個要做同客家有關嘅事情。也個集團呢，我哋如果看下來是好食嘅，可能是對遊民來講有特別意義嘅料理係嘛嘅，我哋請處理木本我哋。我哋行業嘅標配好樣版咧。可是我想要問一下，因為遊民係中浪人，走，我們是不是又誤會了？因為遊民點咩係？양반嘞，南部讲양반嘞，然后是你们是板染，可是其实要黑南部特色的，我们六堆吃的，我们讲到양반嘞就会想到这个。可是你讲到的板染是这个吗？是粉色跟白色。谁料被给做？哇，我们又误会了，我们今天又有文化霸权了不好意思。不过你家有吃过安尼耶？有，这个也很好吃啊。也算喜欢。对，客家的东西其实都喜欢吃，从小吃到大。唔落食可能也有有哈佛嘅口味吗？每次吃都还是觉得很好吃耶。好吃啊，好吃。可是板染就会有一个需要咀嚼跟消化的时间，我们那个时钟跑一下。这个其实对客家人咁容易唔好食，我唔知呢。可是大部分人好像都会觉得很好吃，就跟糍粑有点是搭配在一起那种。大小场合可能除了糍粑之外，就是板染。刚刚细时节吃的那种红白的咸汤圆，还蛮人煮哎。阿婆就是我外婆。她很会煮。对，专业的。因为她真的是会做客家的很多的板，或者是客家的美食到市场上去贩售。还真的有卖那种。哇，刚任何板类应该以卤味做。对，都会做。家里的器材也都是比较大型的，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很大型的那些器材。工作这时间不会吃到味不会吃到很腻，不会，因为大概1-2个月会跟爸爸妈妈去外婆家。然后外婆每次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外婆就会拿很多的客家美食，所以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又可以有就很多好吃的东西可以吃。工作要的伴侣对应哪些时间你就会喜欢？因为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我只要看到餐桌上有板类，我都不会去碰。真的？我太也当讲过亚东东西都按后生，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它的珍贵之处。你跟我晚上就抵。对，就是从小就吃，所以就还蛮喜欢的。然后每一次回外婆家，就是标配就是一定有板干，红白的那一种。对。刚唔给爸爸妈妈，你能会做一的东西哈？不会。我妈不会做。对。能睇到卡会是客家菜哈？客家菜也比较少，就是一般家庭的料理。我说对客家料理嘅连接，真的就是外婆、家婆做嘅的东西。不过也没过重要的如果你对虽然能细时间录卡摩屯讲哈，可是那个客家其实是很深的，对不对？只有语言是比较浅，但是都听得懂，因为外婆家婆他们都是说客语。对，难怪你谈完全没问题，就都听得懂。
都会更加上会严重来安尼。可是你要回来学，你更加还透过用哪些方式来好拍发？就是比较多还是跟现在在拍片的时候就边拍边学，然后也会边拍边问家人。对，就是这些词或者是这个腔调，那他例如爸爸是讲鸟聘，那就问鸟聘是这样讲，那海陆是怎么讲？那视线是怎么讲？对，因为我身边元素是这3种腔调为主，但如果有其他腔调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互相激荡，那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客家元素。你这个有迄去那边自媒体的顾问要帮人家做形象你应该还有点误打误撞嘛你这个想说这个来拍神奇，结果拍的跟他你好像也变有点网红的感觉刚刚这个我有 update 就是我好像变成这个也要变做一个品牌的经营，会这样想吗？有一点点会觉得那我现在好像不太能，就是以前可能会想说想发什么就发什么，现在可能会想一下有偶包对，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力，那我觉得发东西还是会稍微谨慎一些。就真的有一个经营的概念。对，就有点把你的给企管顾问的专业拿来用在自己身上啊嘞。刚刚我会听一个目标都会很希望你在帮企业当顾问的时候，你会帮他们定目标吗？刚刚你给人家去改会听目标定目标其实企业要的就是更大的曝光，对，或者是至少影片播出来之后有更多人去按赞或分享，或者是有至少破万的观看，这是最基础的目标。对。以你几多年我讲什么东西会红，我们都很难，其实它也很难有真的公式以为你会唔低但是你会只是噱头当然可以就是你要做的很极端就可以。不过大家没希望那样嘛，他还是希望可以长销。刚刚这个我用的是上更加按时行的一个自媒体，但是我成功我有哪的元素在里边？元素我觉得大家现在喜欢看真实的东西，所以像客户好了，我就会请他们不要在上面卖产品，你要告诉你的观众你做了哪些事情，或者你的过程把它拍出来，人家比较好奇的是你的过程，反而不太在意你的成品。大家喜欢看他制作的过程，然后甚至一开始你就要很明确告诉大家，你这部影片要告诉大家什么，因为现在的人眼睛很挑，3秒内你没有告诉他就滑掉了。所以开头我们会帮企业去设计，那当然这个我们不会用到太极端，但是会用到比较能够让大家好奇停顿下来，那进而他才会看到他后面好的内容。要不然你后面做得再好，前面一开始介绍就是大家好，我叫做谁谁谁，可是这个基本上就不会有人要看。对。嗰種也就唔嘅相關嘅知識，也會用喺唔知個鋪樣片當中。嗰種其實更加困難，我看起來很隨意，可是你要精心設計。對，就是要讓大家覺得是很隨意的，對，越自然越好。對，但是隨意的背後其實真的就是精心設計。你這個樣片也會呢哈，也有精心設計的。會站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就是今天我影片出去，那我要就是我要去反向思考說，如果我是觀眾，我看到這影片的時候，我有沒有興趣？連我自己都沒辦法感動自己，那就不會有人要看。對，所以我會讓我自己思考一遍，讓太太也看一遍。那沒有問題，我們就照這樣的方向去拍，因為自己要先感動自己，對，才有辦法影響到別人。剛剛你這個更加鋪一條同客家有關的樣片你會希望行到哪下？行喺就係一下感覺會神奇，我又可以學到，我都 import。你會去設定說我要走到哪裡嗎？其實就跟我的人生一樣，我覺得很多都是遇到了，然後我就往這邊去投入，所以
我没有去预设说我能够做到哪样的程度，但是我期望的是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客家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都可以更了解客家的文化跟元素。那只要持续做，那影响力就会持续散发出去。有收到过嘛个有印象的回馈吗？有没有人给你的回馈？很多、很多哦。对，有回馈的话，就会例如有人说，我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看你影片，看你做成这样子，我都觉得很感动。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我是客家人，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会讲，那很谢谢你拍的影片，让我们也可以加减学一些，就多少也可以学一些，或者是更了解我们自己客家的文化。所以收到这些回馈，其实是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也可以让我继续创作下去。对，因为创作其实很烧脑袋。对，那又不能一直用旧的东西，你要一直有新的元素出来。对。这种回馈有一两就可以支撑你走好长一段，对不对？只要有一两个，是不是就其实很有激励效果？对。可是我就营造下去安尼。要除了对未来有没有规划哈？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未来的话，当然就是我是在客家这一块嘛，都有。客家这一块，我当然未来规划就是让自己的客语能够越来越顺，甚至我虽然之后可能影片不会每一集都是跟客家有关，但可能占比可能也会是在有一定的占比，可能5成或6成。但我希望就是我做客语的内容的时候，我自己客语可以更多。对，甚至我有1-2集是全程客语，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里程碑，但是那个是比较刻意去讲出来的，那个不是我随口就可以讲出来的。那我希望做到的是之后可以比较自在的随口就可以用客语简单的沟通。对，那这是我在做客语这一块的元素，期望自己能够达到那样的状态。那当然我自己事业部分也是，当然期望能帮更多的企业主去帮他们的品牌或公司去曝光，让他们的公司发展可以变得更好。那我觉得像我最近帮2个客户去处理影片，他们的影片流量很好，他们的流量好，我觉得比我自己流量好我更开心。对。你有吞咽天数到，所以过分喜啊。我感谢就係其實事業做啊幾好行，係上愛繼續來學講下。所以多一點人學講下，我們客語就是更有希望嘛。就係一代一代人嚟傳下去。我看到你冇嘢去了咩講啊，就蠻好。比我還好。按你幾好啊，就係還有一個心上愛可以流利的說客語，一個路幾好，我相信對很多人也是一個激勵。今日非常感謝佑敏同我打咗一句，多謝，非常感謝，謝謝。你看是的龍啊，你吃得下嗎？做得哦，佑敏可能當是係豬毛油，如果特別是那個，好像真的就會吃完好可怕。